你冇喐啊嚇，我督到你㗎。你平時沖涼啊，洗唔乾淨啊，唔怪之有時候同你講嘢聽唔入耳啦。導演好去着筆喺兩母子之間嘅關係，同埋佢哋精神狀態上，兩個都係一個精神出現少少問題嘅，咁就變咗係有少少曖昧性嘅，即係譬如有戀母狂啦，或者有戀子狂嘅關係喺度。咁但係咧傾嘅時候就希望喺呢一個情緒方面咧放輕少少，希望即係唔好俾觀眾太過有個戀濃嘅關係。咁但係如果放到太輕嘅時候咧，觀眾就會唔覺，但太重又會過咗火位。咁喺呢條界線裏邊，其實係好難去 control 嘅。同埋最難嘅，你都會即係如果睇過套戲都知道就係佢唔係